It's okay for me. That's cool. Okay. We're glad to work with you. My pleasure. Do I have the honor to have lunch with the president? Or? I got something else planned. Maybe next time. Okay.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带着合同订机票回去了。好，那总裁您呢？我再多待几天吧。喂，陶德，雪姬跟你在一起吗？小姐没跟我在一起，她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她昨天自己出去了吧？我现在在她别墅门口，按门铃按半天没人。那你等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少爷请。原来你有钥匙。是啊，这栋别墅的签约是用我的名字签的。果然没回来。怎么可能？他昨天刚到法国，人生地不熟，能去哪儿？说的是啊，为了他的安全，别墅周围都装了监控。我来的路上派人查看了所有的监控，确实没有回来。会不会他开车迷路了，还是去哪儿玩忘了时间？就算是这样，也应该回来了。而且今天下午，我约了小姐签署一些文件的。会不会是出现了交通事故？雪姬的母亲就是死于交通事故。我5岁的时候，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？1995年。我5岁的时候是1997年。难道那年我看到的不是他妈妈？这样吧，陶德，我们分2路去找。没想到那个女人这么快就动手。喂，雪姬小姐吗？喂，陶德，赶紧派车来接我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小姐，小姐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小姐，你是被人袭击了吗？我现在马上联系医院，准备医疗室。不去医院。
可是小姐，您的伤势看起来非常严重，万一……我说了，不去医院。走。好吧，我马上送您回家。小姐，要不要请私人医生上门为您治疗？我很担心您的伤势。不用了，我没事儿。这件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小姐，我能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好根据这件事儿调整你的安保方案。我被枪杀了，这儿中了一枪。枪杀？对了，陶德，之前李世宗应该派人调查过我吧？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，关于我的事情，你应该清楚一些吧？是知道一些，不过小姐放心，我会保密的。所以我说，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可以相信你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相信其他的人。我会尽力保护小姐，这也是老爷临终前的遗愿。你是在害怕，所以有点发抖吗？不，我虽然经历过很多事情，但是没有处理这方面事情的经验。虽然之前有心理准备，但是亲眼看到事情发生在您身上，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你不怕吗？自古以来，人们害怕的并非是物种不同，而是善恶之心。谢谢你啊，陶德。对了，小姐，李哲正在赶过来的路上，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，您最好把这套衣服换掉。哦。子金，啊，你来啦？